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 HKTCS 2025年10月1號嘅天氣預報告。今日就最主要會同大家講一講呢個熱帶低氣壓嘅情況啦，同埋香港未來嘅天氣轉變。首先我哋睇一睇大範圍嘅衛星雲圖啦。見得到菲律賓以東啦嘅海域有一個嘅雲團啦，呢一個雲團就係一個熱帶低氣壓嚟嘅。呢個熱帶低氣壓今日啦，其實已經係發展成為一個熱帶氣旋啦。本身係一個低壓區，一個東風波，而家就發展成為一個嘅熱帶氣旋啦。按照香港天文台現時嘅評級咧，呢一個嘅熱帶低氣壓咧，中心附近嘅最高持續風速咧就係45公里每小時嘅。預料佢將會咧係逐步增強啦，橫過呂宋嘅北部啦，跟住之後進入南海，其後咧就會係進入香港嘅400公里範圍啦，喺香港以南大概300公里左右掠過啦，隨後喺雷州半島一帶登陸嘅。而我哋睇一睇JTWC 嗰個嘅最新預測啦，見得到 JTWC 同香港天文台一樣咧，都係評佢為一個嘅熱帶低氣壓啦。JTWC 嘅天氣報文當中咧就表示咧呢一隻已經係成為咗 27W 啦。有啲唔同啦，因為我哋預計未來咧，如果日本氣象廳將佢命名嘅話，就會係命名為麥德姆，而麥德姆咧就係今年嘅21號颱風。而喺 JTWC 嘅命名清單裡面係變成 27W 啦。最主要就係日本氣象廳要符合到嗰個熱帶氣風暴以上先至到評到級。於是咧就成為今年第21個被命名嘅熱帶氣旋嚇。而呢一個嘅27W 啦，或者我哋叫未來嘅麥德姆啦，就會係繼續咧就係橫過呢一個嘅菲律賓東部嘅海域，並且咧係喺星期五左右咧係進入南海㗎啦。而按照呢一個 JTWC 嘅天氣報文咧，佢就預計咧呢一個嘅副熱帶低壓脊嘅build up 啦嚇，就會係令到佢咧係維持一個西北嘅一個移動路徑啦。對於佢嗰個嘅移動路徑方面咧，就預計咧佢會喺36至48個鐘頭之後咧，就喺呂宋一帶登陸啦。跟住之後咧，就會係喺大概4日之後咧，就會喺雷州半島一帶登陸嘅。至於佢嘅強度方面啦，JTWC 就預測咧 27W 咧就會係去到係繼續增強啦，並且喺呢個未來嘅12個鐘頭係繼續增強啦，去到鞏固佢自己嘅結構啦。同時咧嗰個嘅環境一陣間會睇到嘅。佢當中就提及到嗰個垂直風切係比較低嘅嚇，係非常之低嘅嚇。同埋就係嗰個嘅極向流出啦，係有改善啊，極向流出係有改善嘅情況嘅。而我哋都見得到啦，佢嘅東北側係有啲嘅雲團啦。可以見得到佢其實佢嗰個嘅極向流出係有所改善。但係同時咧，我哋見得到點解佢會有利於佢嘅增強咧？雖然我哋話低空個複合啦，個複合比較差嘅嚇，即係個水氣即係暫時俾得唔夠啦。當然進入南海下可能會改善啦，或者都係唔好嘅，因為始終有啲乾燥嘅氣流會係入侵佢嗰個風暴。但係嗰個其他環境因素咧都係良好嘅，譬如話啱啱都講過就係嗰個極向流出有所改善啦，同埋現時我哋睇一睇就係呢一個啦，就係垂直風切變，可以見得到咧佢所謂處於嘅菲律賓東部海域垂直風切變係相當之低所以係相當之有利佢進一步嘅增強嘅。所以預計咧，佢將會喺未來1-2日啦增強啦，並且喺登陸呂宋之前增強成為強烈熱帶風暴甚至颱風啦。但係咧受到呂宋嘅地形影響咧，橫過呂宋之後咧係會稍為減弱啦，所以係會有所停滯嘅。所以咧JWC 亦都係講到咧，就係去到登陸呂宋嘅時候咧，可能會係去到一個強烈熱帶風暴至到颱風級別嘅一個嘅熱帶氣旋啦。而之後咧嗰個嘅增強嘅情況咧係會係減慢嘅係會係停滯嘅。跟住之後會繼續再度增強啦因為受惠於嗰個嘅南中國海嗰個嘅有利環境。而最終咧大概係84個鐘頭之後咧，就會係到達佢嗰個最高嘅強度，而最高嘅強度可能會係一個強颱風嘅級別啦，強颱風至到超強颱風嘅級別。按照現時咧JWC 咧預測咧，預計最強嗰個嘅風力咧，大概就會係150公里每小時啦中心附近嘅最高持續風速。香港天文台就偏向於信嗰個嘅 AI 嘅模式嘅。所以咧香港天文台預計咧，佢臨登陸站崗之前呢，係會增強成為強颱風嘅上限級別，亦即係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達到每小時175公里。如果係咁樣嘅情況底下，都係差唔多去到一個超強颱風嘅水平。所以咧，如果佢係一個強颱風嘅級別咧，進入香港嘅300公里範圍內咧，香港天文台
咧係絕對有可能係需要發出比起3號風球或者更高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嘅。咁之後我哋就會講到呢個嘅風對香港嘅具體影響。啱我哋就講到咧嗰個嘅路徑嗰個嘅情況啦。咁而我哋亦都可以睇一睇就係未來個路徑嘅變化嘅。咁我哋首先睇一睇就係日本氣象廳。日本氣象廳同香港天文台嘅路徑預測都係差唔多啦。咁但係日本氣象廳好明顯咧，或者係大部分時間嚟到去講咧，都係會係嚴重低估一個熱帶氣旋嘅強度嘅。咁所以咧日本氣象廳預料佢登陸湛江嘅時候咧，佢嘅最強嘅情況咧，都仍然係一個強烈熱帶風暴級別。咁當然喺數值預報模式啦真係會咁講嘅。譬如話你話歐中嘅電腦啦，又或者係美國嘅電腦都預計咧，佢可能會增強成為強烈熱帶風暴至到颱風呢個都有颱風嘅級別嚇。咁而但係咧，你睇翻即係嗰個嘅AI 嘅模式啦，AI 模式啦，我哋就用嗰個嘅Google 嗰個 AI 啦，咁佢嘅 experimental model 啦，咁就可以見得到咧，佢係預計佢可以增強成為一股 C3嘅颱風。C3即係咩概念咧？佢個中心嗰個嘅氣壓可以低至958帕以下啦。臨登陸咁最高嘅強度應該就會係喺呢一個嘅海南島以東至到係臨登陸之前就會達到佢巔峰嘅強度啦。咁所以咧，佢喺香港嘅400公里範圍內達到巔峰強度嘅時候咧，而且佢嘅環流都唔算係非常之細小啦嚇。咁香港天文台咧係有機會係需要發出呢一個嘅8號風球嘅。咁而我哋之後先講啦。咁呢個就係嗰個 AI 模式。AI 模式就偏向於咧入到南海，跟住之後採取一個西北偏西，跟住再係採取一個西北嘅方向，咁就會係一個curve 咁樣咧，就係由呢一度咁樣彎上去嘅。咁而歐洲中期預報中心啦個數值預報咧就預計佢咧一開頭會行得比較西北，咁於是咧入到南海都係轉翻做行西㗎啦。咁但係整體嚟講咧，佢屈嘅程度就冇呢一個嘅 AI 嘅預測咁犀利嘅嚇。咁如果睇埋就係 FNV 啦即係啱嗰個嘅呢個咁如果係固定咁樣睇咧，你就見得到咧。佢係咁樣咧，係屈翻上去啦。咁而最接近香港嘅距離大概就係300公里左右嘅。咁如果我哋睇翻咧過去嗰幾步啦，譬如話過去嗰幾步咧，其實佢係有一個嘅稍為北調嘅情況嘅。稍為北調嘅情況由本身預計佢大概喺350至400公里範圍內掠過咧，就變咗做350至300公里左右掠過嘅。咁所以睇下呢一個北調嘅情況會否持續啦。咁而另外就係睇下佢嗰個嘅譬如話香港天文台咁樣嘅預測啱睇咗啦。咁而至於香港嘅風力方面，香港會嗰個風力會有乜嘢轉變呢？咁其實就見得到咧，未來其實基本上一直去到星期六嘅中午前啦，基本上都係風平浪靜風平就係浪唔靜因為去到星期六開始咧，都已經係會有一啲嘅湧浪啦，係埋到嚟㗎啦。咁隨後咧風勢會喺星期六嘅中午之後開始增強啦，咁去到星期六嘅入夜後啦，嗰個嘅天氣將會轉壞啦，咁跟住之後去到星期六嘅凌晨至到星期日嘅清晨啦前後咧，佢就會係最接近香港啦，咁對喺香港以南啦東西南偏南咧，大概就係300至350公里左右係掠過嘅。咁屆時咧，香港有機會境內普遍受到強風嘅威脅嘅。咁所以 HKTCS 預料香港天文台需要發出3號強風信號嘅機會係高嘅。咁至於會否發出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咧，仍然係存在變數嘅。如果佢係進一步向北調整嘅話，香港天文台需要發出8號風球嘅機會就大咗啦。咁相反咧，如果佢採取一個比起而家嘅預測咧，稍為偏西嘅路徑啦而佢嘅嗰個嘅由西北偏西轉為西北嗰個嘅轉咧係登陸咗海南島先至轉嘅或者係喺比較西嘅位置先至有個轉向嗰個情況嘅。咁對於香港嘅影響就細啲啦。咁但係始終3號強風信號個機會都係高嘅。咁8號風球仍然有待觀察啦。咁當然如果睇翻之前嘅數據嚟睇咧，比較可以比較即係呢個風同乜嘢風可以比較咧，就大概係2015年嘅彩虹啦。2015年嘅彩虹咁當其時香港天文台淨係發出過3號嘅強風信號，而當其時係強風8中5，而烈風係8中1嘅。咁而我哋睇所以咧屬於一個強3啦。咁所以睇下呢一個風係一個強3定係一個弱8啦。咁而
睇埋就係 ECMWF 歐洲中期預報中心嘅 AI 模式啦。歐洲中期預報中心嘅 AI 模式就預計佢會採取一個較為偏北嘅路徑啦嚇，咁就會係較為接近香港嘅。咁所以咧，而家就見得到就係數值預報嚇，就 EEC 啦，就係預計佢會喺香港350至400公里左右掠過啦。咁而 AI 就預計佢會喺300至350公里左右掠過啦。咁按照今年嘅經驗嚟睇，FNV3咧嗰個嘅準確率咧，準確度都係比較高嘅嚇。暫時嚟到去睇咁就。咁而香港天文台喺琴日咧，亦都係發出咗一個天氣隨筆啦，就係講咧有關於呢個嘅低壓區咧，而家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熱帶氣旋嘅呢一個嘅熱帶低氣壓啦，嗰個嘅未來嘅預測啦。咁而天文台咧都見得到啦，佢會有一個明顯嘅增強，原因就係在於咧呢啲嘅冷水區就係華加沙啦嚇，停滯喺香港以南海域嘅時候所形成嘅。咁下邊呢個就係博羅伊所形成嘅冷水區，咁佢就咁啱避開咗呢兩個冷水區，咁所以就有利於佢嘅發展啦。咁但係佢入到南海咧，始終咧都入秋啦，入秋就會係有一啲嘅東北季候風，同東北季候風咁，所以咧今日咧其實都係受到一啲嘅東北季候風嘅影響，咁所以咧天文台喺今朝早亦都係曾經發出過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亦即係表示住香港嘅天氣咧係較為乾燥嘅。咁而當佢進入咗南海啦，因為南海或者係內陸地區會有啲比較乾燥嘅氣流會入侵到個風暴中心，咁所以咧就導致咧佢嗰個嘅水氣供應不足啦，又或者係佢會受到乾空氣入侵，於是咧就減弱嘅。咁乾空氣入侵咧，基本上一係就係降低佢嘅強度，但係降低佢嘅強度嘅同時咧，亦都會係令到佢嘅環流收縮嘅。咁所以咧到時就睇一睇佢嘅環流大細啦，同埋亦都睇一睇佢咧到底會採取一個乜嘢嘅路徑啦嚇。咁暫時嗰個嘅東北季候風咧係唔會勁到咧係令到佢採取一個西南嘅路徑嘅，咁但係咧都始終係會某程度上影響到佢嗰個嘅發展嘅空間嘅，係啦。咁所以咧今日就大致上講到呢一度啦。咁之後大家可能會特別關注啦，因為如果大家係睇風睇開風啦，咁就會知道咧未來譬如話喺 FNV3咧，而家佢會去到 C3嘅嚇，咁之後咧可能會有啲風咧就係進入南海嘅，又或者係去台灣嘅。咁呢個咧你見得到變數好大嘅嚇，同埋都講緊係超過一個禮拜之後嘅一個預測，咁所以不穩定性係較大，同埋始終去到10月嘅上旬至中旬啦。咁嗰個嘅天氣預報咧，除咗係話個熱帶氣旋本身都係受同個副熱帶風壓脊嗰個嘅位置相關啦，而同埋就係嗰個嘅東北季候風都會有影響嘅。咁所以屆時咧嗰個嘅預測範圍係好廣嘅。咁所以我哋暫時唔作評論住啦。咁之後我哋會同大家再更新嗰啲嘅風暴消息。咁但係暫時我哋睇一睇呢一個風啦。咁對於香港嚟講咧，香港天文台都係講埋咧星期日係會係吹呢一個間中吹強風㗎啦。咁初時高地係達到烈風嘅程度，咁海面係有大浪同埋湧浪，咁所以咧3號強風信號嘅機會都高㗎啦。咁8號風球咧嗰個嘅機會咧，我哋之後會同大家再講嘅。咁就大致上係咁啦。咁多謝各位觀眾收睇今日嘅颱風速報。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